今仔讲，伫南部高雄是有民众骑机车，头前锁4只狗仔咧地放因咧乌白走，搁有一只是直接就骑伫咧后座顶悬，看起来是相当的危险。动保处讲，这已经违反着动保法，警方嘛讲已经违反道交条例，相当会当罚到2400。那雪橇的概念吧。一个查甫人骑奥多摆，第3道一路往卫武营方向咧骑，有4只狗互伊牵伫头前一直咧走，另外还有1只狗骑伫奥多摆的后壁，民众看到拢感觉真惊吓。依动保法第5条第2项第7款的规定，事主不得以汽机车牵引宠物。所谓本案将依民众所提供的资证据来清查车主，就是我们所谓的事主，并确认犬只是否遭到了伤害。这种行为有当时伫车路边会当看到。动保处讲，这已经涉嫌虐待动物。动保法有明确规定，袂当用奥多摆牵狗或者是猫仔。另外，这个查甫人的行为也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，涉嫌放任宠物伫车路里走，妨害交通。这奥多摆载狗仔载物件，无依照规定，相当会当罚2400块。晓得他会这样呢，因为我看他平常是没有看他骑车，他是直接都是用牵的，对，我看他牵。可是很方便啊！如果要去远的地方的话，如果在附近的话，还是用牵着。搁再登到现场，有民众讲，这个查甫人差不多逐天拢会出现，嘛知影伊照顾的拢是流浪狗，不过违法事实明确，相关单位也是会依法开罚。记者王柳婷、陈显坤高雄报道。